台南做电影过拢伫咧平安夜行花北布加音，这项传统历史较大有上百年，也因为时代进步，这项文化渐渐无去。台南市文化局为着要甲这项传统捡倒转来，参在地教会观光协会也有大学合作，去到国小呢教囡仔做电子花北，互囡仔学做传统技艺，而且也确保因的安全性。 囡仔手无用咧做电子零件，甲电池水银接伫木座顶头，再放入面家己创作的滴管仔内底红布亲像火咧似，也好悬伫发光。因当咧做这合作电子花北，自从有手电了后，做成的花北文化就渐渐失去。为了要甲这项传统捡倒转来，文化局串联做电教会甲南台科大进级国小，教囡仔做安全性的花北。连那个木板那一些的，有用那个电池把它装上去。啊，大人是用迄真正的火，啊，阮细汉的安尼算。内底有一个重点的开关啊，有一个水银开关。啊，小朋友透过这个，他会知道电机的原理，正负极的开关怎么样去做串接。 做电教会指出，去年开始恢复夜花北报佳音的传统，夜花北游街向天甲祝福送互社区每一个人。传统的花北主要用在地刺竹甲桂竹来做，即摆活动互囡仔学习传统技艺，嘛结合科技做属于家己的花北，除了保留文化意涵，嘛确保囡仔的安全性。以前就是举这个花北去到木山，也是基后，迄个时阵无牧师教会的会友，若要洗礼。 要守圣餐，都要用行路的，行去到遐远的所在，佮有炸迄个粉饺然后到为平安的时放粉饺，倒来报平安。这项传统是指定当地重要的文化记忆。透过活动，学生对家乡文化更加了解。指定教会表示，今年嘛邀请指定国小学生也因做的电子花北，斗阵游街，甲文化传承落去。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。